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呢：26年究竟有啲乜嘢嘅大趨勢？其實全世界90年代呢係一個黃金年代，2020年嘅時候呢就講咗呢個世界有一個 fracture， 成個世界嘅貿易呢都萎縮咗。咁仲有呢係 militarization， 即係表示話軍事呢，大家亦都開始呢有呢個競賽啦。大家都驚第3次世界大戰啦，但係我嘅個人睇法就係100% 唔可能。舊年嚟同我哋講嘢嗰位馮孝忠先生呢，佢個本科 major 係咩呢？係比較文學同埋翻譯，後來成為銀行家，好多成功嘅人士呢，將來嘅發展呢唔係 science， 係 creative。每一個分裂嘅部分呢，佢哋自己好多 trade。原來全世界所有嘅 AI 有60%係中國 trade。中國就加一個東南亞，叫做中國 Plus One， 咁呢個係東南亞嘅受惠嘅。咁東南亞亦都有好多嘅data center 喺度。咁啊，最後香港就2.8到3.2啦。咁就澳門咧，你哋嘅澳門經濟學會咧就好樂觀嘅，2至5%，我相信冇咁樂觀啦。不過祝你哋一切好運啦嚇，